刚建了个大桶，正好能用。我这秘密基地咋样？你们想来不？我的小雪屋得有烟囱呀！哦，还得有个楼梯吧？就是这么高级。哇，水开了，来点大粒盐。喝点茶真暖和。在东而外东塞阿杜，他那人太高，那人所有后在东而外东塞。折腾了一下午，肉终于好了，饿死我了都。这肉煮的真嫩。哎呀，吃饱了，该睡觉了。今天太晚了，我一个人都不敢回，就在这儿住吧。